下的家，你今天还好吗？无论有多少变化，请记得走回家。昨天对我说的话，今天还记得吗？那些句句关心话，都是对你的牵挂。遇见你，喜欢你，只想和你在一起。想见你，很想你，猜不透你的心意，我不想放弃。一个无言想说出真心话，你的眼神诉说牵挂，在我心里悄悄说我最爱家，这是我最想说的内心话。一个无言下，今天还好吗？云在流浪，眼泪流下，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。林浩，你伫迄边好无？即阵仔发生足侪代志，要毋过你放心，卡廷真好。伊搬去柳家大，甲有利做同学，咱毋免阁烦恼伊高中会读袂完啊。虽然我讲的话伊也是无爱听。要毋过我就是感觉，伊大汉啊，你一定嘛知影，我甲林家做伙啊。这段日子，若是无伊陪我真是感觉。我无法度行到今仔，你一定是替我欢喜着无？甲伊做伙的日子，感觉生活敢若无遐尼苦啊！所以我打算甲厝卖掉，带恁家转去柳家大。其实我嘛真丢毒，我唔知影我安尼做敢对，也毋过我感觉，我嘛会向前行，甲咱的回忆放下，你一定嘛会支持我，对无？林浩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捌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多谢你，捌予我一个家。咱的回忆，我会藏伫心内。你放心，阮会好好。你嘛会好好，唔免阁烦恼阮啊！有啊，感谢上帝，甲你带来我的身躯边，互我的人生圆满。无遗憾。
林豪，多谢你。我等来啊！拄好，食安顿。啊，二姊，你无回来，一定唔好食饭，你要枵死啊好啦，紧食。 ！Yes。尤里，嗯，等下食饱，你就去款行李，你差不多爱回去啊。为什么？受惊啊啦！我想要加大几工。这袂当大啊，我嘛要开始款物件要搬出去啊。嗯？哦，你找到做的所在哦？无，我打算甲这间厝卖掉。我拄则去甲卖厝签约，伊讲爱先甲物件清掉较好卖。二姊啊，你厝卖掉是要住倒位？搬转去住啊。啊，真正是假的？你愿意转去住？毋对，啊，安尼我后盖偷走厝要住倒位？搁后盖哦，这毋是你的收容所。安怎？无欢喜哦。无啊。对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，咱去房间讲哈。我嘛要听，我即马是这个家的一份子，我嘛要听。好啊，随在恁，我要甲饭食了了。你是毋是怪我无事先甲你参详，就甲厝卖掉？无啦，我哪会怪你？只是你最后哪会也是决定甲厝卖掉？啊，我就是有讲甲厝卖掉，就会有一笔钱啊，安尼就会用摕转去现金吧，进前互你的1000万，啊，互伊原谅你，互我的亲人接受你。我希望你会当变做阮张家的一份子。也毋过，这间厝，毋是有足济你甲阮阿兄回忆，你会敢无？有一寡回忆，就将伊慢慢放袂记啦。而且，我嘛想要多谢你，陪我做伙行出来。我相信林豪嘛希望我安尼做。刘婉，多谢你，多谢你为着我牺牲遐尼济。你莫随便啊！我这毋是为着你，我是为着咱的幸福。好，咱。毋对，假使咱甲钱互恁爸，毋过恁爸还是无接受咱两个做伙，要安怎？对吼，安尼咱就白白浪费迄1000万啊！好，所以你敢若想安怎出招，无想安怎应对哦？因为我想讲，不管发生啥物问题，你拢有法度解决啊。毋是啊，你爱我搁骗恁爸一届哦？会用的啊！只要你有法度，互伊接受你，我会当甲你做伙骗伊。刘婉哪有可能讲这款话？非得唔管啦，咱就做伙面对，直接改变。改变，这是刘婉。
等你资料会记你好啊。好。对了，欣欣，最近新运动台中门市的体会雄雄增加，而且过点底有闲打电话甲我联络。是总监。总监，甲你提起一个，等下2点行销部要开会讨论后一季优待方案，4点行政部要开复委会，然后5点半甲工厂遐有课准的检讨会议。这个会议我拢爱亲身参加。无毋对，你今日泡咖啡互我啉啦？随来。总监，你介意的迄个绿挂咖啡无安呢？安尼就凊彩，啥物3合1拢会用的。重点是爱大杯，我即马需要咖啡。好，随来。阿炳，总监，刘总监敢有甲你讲，伊当时小假转来上班，伊嘛休伤久啊。张家休假呢？是哦，阮会感觉伊敢若休一礼拜啊。这声你欢喜啊吼！家己走去逍遥，甲公司所有代志拢等互我，害我忝甲要死。入来。总监，有你的报告。哦，多谢。什么物件？甲你最后2包咖啡啉完啊，所以赶紧替你订，请收来。这是后个月粉丝的发文章的计划，我甲大家讨论过啊。进前收用所有公益宣传，吸引即阵关心动物的人来看。你看一下，sorry。甲其他议题文章比起来，甲动物的文章有关系。不管是触及率，还是分享的人，明显加40%。我打算每礼拜拢发一篇关系动物权益的文章，以后嘛会甲一寡公益团体来合作，希望用用这个方式来建立你关心动物这个正面的形象。我感觉足好诶，都照你的规划去做啦。对啦，我听张伟讲，你昨暝共要12点才离开办公室。我留落来整理一寡资料，因为我拄参加了尔，我想要较紧了解状况。才拄开始尔，免遐尼着急，我无希望你伤忝。敢讲你是想要用做工课来多撇分手的代志？我毋是遐尼无人性的头家。什么分手毋分手，过去拢过去啊啦。对我来讲，继续向前行才是上重要的。阮爸刷落来就要选立委啊，真侪代志拢要开始准备。我会拨一寡时间去遐斗3工，这个工课都要请你替我顾咧。无问题啊，加拿大团队伊若是需要卡手，我嘛愿意去斗3工。你做我的助理就真无用啊，卡出你过来协助阮爸竞选。安尼敢袂足辛苦诶？袂啊，还能有这个机会，我要好好把握，好好学习啊。那呢，咱以后毋着逐工拢爱做伙做工课10几点钟，到时阵你毋通嫌我烦哦。免那么烦嘞，我会一直掠你来开会，互你走拢走袂去。既然安尼。我找张伟，互你看即届党内对立委选举的选情分析。等你看煞了后，咱找时间讨论，好无？好啊，多谢，我来报应。辉斌，
准签要互你的，紧看嘛咧，明仔载开会要讨论。多谢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。别再犹豫，天亮慢慢走回家，一起在屋檐下。张诶，密码是啥？什么密码？有一寡资料锁掉诶，我看袂到内容。哦，有密码的资料当然是机密啊。密码只有我甲俊清知影。假使你想要知影，爱俊清同意，我无法度互你，歹势。无要紧啦。张伟，我有代志要出去一下。好。食薰食薰。俊清，安怎？伊摕随身碟去看了后，马上就问我现金名单的密码。我看慧敏突然加入，一定有伊的企图，绝对毋是表面上遐尼简单，人也是较细腻的。我会找机会试探伊，到时阵就当知影伊加入咱是真心的，还是有目的。你替我甲伊顾掉。嗯。我巴肚枵就心痒啊，这间最好食的。你一个人食遮济哦？像我一个人食，搁有巴肚内的囡仔，你想要点啥物，家己点。我袂枵啦。哦。啊对啦，几号啊？这个月5万块的生活费，你该互我。回互你啊，你看卖啊。700万，你钓大奖哦！你毋是讲爱互你500万，才要甲囡仔摕掉？这100万是头期款，剩的400万，你找一个时间哦，咱去病院甲囡仔摕掉，钱我就互你啊。这件代志哦，紧甲解决掉，对咱两个拢好。你靠什么呀？我拢讲我要陪你去啊！而且迄500万我一仙拢袂减呢。啥物互我500万？这是我白讲的，我是无想要互我的囡仔互摕掉，结果你就是要互我500万哦！所以你一开始就无拍算甲陈文玲离婚，无要对我甲囡仔负责是无？花叶光华，你的良心互我保起啊！心弟啊，你较细声咧啦！你一直逼我离婚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啊？我离婚了，一仙钱拢摕无呢。莫讲食牛排啊，连边仔的番袂顺拢有问题啦。这种苦日子，你敢过得去？好啊，你莫阁哭啊！我拜托你莫阁哭啊啦！叶光华，我甲你讲，你想要放手我，无遐尼简单。心弟，你这道你家己付啦。唔是你。
吼，妈安尼一直哭啦，等下吼，我去找你吼。妈，你要出门啊？哦，我了咪到啦吼。无啦，我就甲朋友约好啊啦。哦，我今日嘛甲医选几个同学的妈妈约好要讨论代志，我有叫计程车，若是顺路，阁会当先送你过去。毋免啦，我就约伫咱兜附近，用行路就到啊啦。你无闲做你啦哈。安尼我先出门啊。哦，紧去紧去。哎哟，你打电话也无讲清楚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啦？阿姨，哎哟，是安怎啦？你妈安尼一直哭啦，你还甲我讲啊，你安尼一直哭对囡仔嘛无好啊！是不是囡仔出代志啊？无，囡仔真好，无代志。阿姨，你一定要替阮母仔做主。这是啥？这吼是我专工去拜托我熟识医生替我抽血检验的。伊确定我腹肚内的囡仔就是查甫的。你看，这有 Y 染色体的记号，就是查甫的。真是的哦。安尼验，敢有准？有啊，当然准啊。若毋是冠华逼我甲囡仔摕着，我哪会去求医生斗相共？医生做这嘛是承担风险的，伊验过啊。我腹肚内100%是查甫的。确定是后生哦！哎哟，我就知啦，阮叶家吼代代一定会出人丁啦！哎哟，真正足好的啦！敢若咱欢喜有啥物路用？冠华就无爱伫啊！阿姨，我知影你想要爱一个查甫孙，所以我遮尔打拼，就是想要替叶家团休会。结果即摆好啊！囡仔有啊，怪我说无爱伫阮啊！哎呦，乖囡仔，你吼莫搁哭啊吼！你的委屈吼，我知影啦。你放心啦，阿姨吼是幸福的人，吼绝对袂伤害到囡仔。哈，搁再讲，这是阮叶家的宝贝金孙呢。安尼冠华，哎呦，你毋免惊啦，我转去甲冠华讲啦。你放心，这个囡仔哦，我包啊啦，哈！你吼身体顾好，替我生一个圆滚滚的查甫孙。阿姨，多谢你，你真正足伟大的。我腹肚内的囡仔，有你这款阿嬷，真正是顶世人上好用。哎呦，好啊啦！唔好搁哭啊！安尼哦，对囡仔嘛无好啊！哈，好乖哈，把菜吃起来哈。等者，日子你敢要想 Plan B？ 若是报告时阵搁伫遐受气，毋好恁大要安怎？放心，我拢想清楚啊，我袂甲因硬中的。假使伊食一起性地，你闪较远的就好啊。哦。敢准备好啊？对哩，你先入去。为什么又搁是我？是啦，大家拢叫我做肉饼，互我伫遐当凊子。哪会遐一直废话，紧入去。哼，我起小转来啊！阿妈，你敢有想我啊？无呢。阿妈，有啊，你也转来啊？日子专工送我转来，伊讲足想恁两个。是啊。是阿妈，我足想你甲爸的。哎哟，哈哈，你这个查某囡仔甲以前无共呢。这款话你以前根本就无可能讲。阿妈，阿伯，恁好。你来创啥？张家无欢迎你，
我转来，林家当来陪我转来啊。安尼你嘛会当卖当来？转来就转来，你敢才是要甲伊赶出去啊？你安尼牵个大包细包，即个是打算要加大几工啊？是？阿嬷，我想要搬转来住。哈？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你的屋檐下，今天还好吗？在流浪，眼泪流下。阿嬷，我想要搬转来住。我有听唔对无？你真是要搬转来遮大哦？我打算甲迄间厝卖掉，卖厝的钱摕来还爸。迄间厝进前你安怎讲拢唔肯卖，哪会即马雄雄要卖啊？而且欠我钱的是伊，凭啥你要替伊行孝啊？爸，我即马甲林家已经是真正的翁仔某啊，伊欠钱我替伊还，本来就是应该啊。真正的翁仔某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阿伯，我即马甲友啊已经正式交往啊，阮两个毋是假翁仔某啊。而且我阁希望恁会用接受林家是阮翁的事实，互伊会当变做张家的一份子。系啊，要起心地啊！我唔管你是真正是假翁仔某，反正我无允许一个骗子出现伫咱兜，甲我出去！爸，阮两个真正互相意爱，我拜托你接受好无？出去！阿伯，我知影我即摆讲啥物你拢袂相信。我想要互你知影，我是真心爱友啊的，请你阁互我一摆机会，我会用时间去证明，我对你讲的全部拢是事实。你这花言巧语骗阮查某囝也会用的，骗我，无可能！你甲我起来！我无想要阁看到你，你甲我出去！等一下啦，因真正互相意爱，而且几乎对日子足好的，我住因兜这段日子，拢看在眼内，我会当保证。嘉诚啊，你嘛较冷静咧，先听看卖因安怎讲啊。无啥物通好讲的，你嘛共款。既然要甲这款人做翁仔某，你就做伙甲我出去。好，既然安尼，爸，我甲厝卖掉，我就啥物拢无啊。卡说你无法度接受林家，无爱互阮搬转来住，了我腹肚内囡仔要安怎？你爱阮三个去困路边是无？哇塞，敢讲这就是日子的 Plan B？ 你在讲啥？你真正有为的囡仔？你讲的是真实的哦？你已经有心啦哦？报唔对。哎哟，这尔重要的代志，你哪入来无先讲啦？哎呀，有心人跪下，起来起来起来！哎呀，歹势啦，我应该爱较早讲啊。小等下，你先解释互清楚，无解释清楚袂当留落来。好啊啦，你家讲话遐歹要创啥？万不你来家己腹肚内囡仔是要安怎啊？妈，代志已经无甲安尼先互因大落来才拍算啊！有我已经有心啊，嘛所有人伫伊的身躯边照顾啊。
我不管你过去是安怎啦，以后吼，你要担起这个责任，好好照顾因母仔，有听到无？我知影阿嬷，你起来啦！多谢阿嬷。啊，等一下阿兰若买菜转来吼，我叫伊煮一寡较营养物件，互幼月补一下。即摆幼月转来啊吼，就卡庭的搬去客房住，啊幼月住伊以前的房间啦吼，安尼你看啥款啦？这款代志莫问我啦。好啦，莫问你啦，问我做主安尼毋就好啊？尤里，你客房去拼拼的啦，暗时卡庭啊，转来吼叫伊去住客房。恁日子遐物件吼，该摕起哩啊！啊，好，我跟你做伙去。好。多谢阿嬷。你过来啦，你坐坐来。阿嬷甲你讲吼，这查某人有生的前3个月上介重要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哦，爬起爬落，啊爬悬爬低呢。尤其伫房间哦，哈，你若要摕家刀进前哦，爱摕扫帚哦，四个卡卡的哈。啊，总算抢完啊！哇！哦，连地址也无写，看。拄则送来迄个包裹，敢有漏单啊？有啊，我看一下。好。顶头有寄物件的地址，张友莲，你这块带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。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。创啥？我都无用。你转去啊？这么紧就导航啊？你讲啥？姚怀兄，我先转去啊。我。江卡婷，你是毋是起笑啊？万一恁阿嬷甲恁爸发现你根本无有心，你较细声诶！你是甲我斗阵受久啊是无？雄雄想着会当骗因你有心啊！人拢来啊，总袂当行李挂咧，搁转去啊！要毋过，嘉玲姐，咱即马是阿某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要骗就骗到底，非得拢搬入啊，你大得着啊！是安尼讲无对啦。安尼你巴肚要安怎？总是爱一天一天变大啊！安尼着趁在互发现进前，紧互伊变做真啊！安怎做？嘉玲姐，你是查甫的，应该比我较清楚，敢毋是？还有心哪有遮简单啦？你是你来阮房间免弄门哦。你有心啊？对啊。这边互我看。验孕棒，江卡条，你是宫廷剧看受济哦，当场验有生，规气咱等下去智慧认清好啊。这后步是你想的对无？我，恁即马就是住伫张家心，我马上就去甲大家讲你是骗子。江卡婷，你讲啥话？张友元，伊骗我的钱，你骗阮爸的感情，恁都是骗子，袂见笑。你搁讲一个骗子，江卡婷，骗子，骗子，你创啥？江卡婷？袂见笑。我去看卖。江卡婷，江卡婷，我伫叫你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别靠我！你要安怎气我拢无要紧，也毋过张友元无欠你啥，你敢毋当莫讲这款话来伤伊的心？安怎？我骂伊，你唔敢信？
当初伊讲要甲我当做查某囝，代替阮爸照顾我，结果咧，你讲这句话敢有公平？丢啊，敢无照顾你？是你家己无想要互伊照顾的。OK 啊，安尼我问你，请问你即摆是用啥物名义住伫丢家？敢讲丢家的人毋是甲你当做有爱的查某囝在照顾？安尼我问你，恁即马拍算转来张家住，安尼厝要安怎？伊想要甲厝卖掉。卖掉？我当初遐尼需要钱的时阵，伊死拢唔肯卖厝。即马煞雄雄想要卖，就为着你想要转来张家。恁做啥物决定，拢干着想着恁家己。恁根本就无资格做我的监护人。妈，我回来。文玲呢？伊有代志出去啊！我叫伊阴暗吼，伫外口食饱才回来啦。你来遮坐，我有要甲你讲啦。哦，是安怎啦？你哦，真正是，你是安怎做代志做人呢？真正靠你妈，你跑我创啥啦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哈！心里巴肚内，心内业界骨了。我叫你甲迄个囡仔留落来，你搁爬去摕掉哈！妈，这囡仔哦，袂用留啦。今仔日心弟摕报告互我看，伊迄巴肚内是查某的啦。搁再讲啦，这个查某孙哦，我一定要治的啦。你是袂当搁爬去摕掉呢？啊无，我袂放你煞啦。妈，不管身体巴肚内这囡仔是查甫的还是查某的，拢袂用治啦。文玲若知影，伊会搞离婚的，张家会搞放出门呢。到时阵哦，我一生钱拢分袂着，我摕啥物饲你啦？吼！哎哟，文丽伊巴肚内无法度生后生啊，这是当怪什么人啊？啊，搁再讲，我也无要逼恁离婚啊，我只是爱我这个孙该保掉的。就算文玲答应，张家人敢会答应？我唔管啦，我就是爱我这个孙啦哈！我甲你讲，要新弟的代志就交我处理啦。万一若强掠着，拢煞煞为我遮来啦。你甲我负责，逐个月摕生活费互伊就好啊。我无钱啦。新弟这查某，我比谁拢较了解伊。这囡仔若留落来，伊会继续甲我讨钱，我早晚会破产啦。哎呦，你哪会这么无情啦哈！我唔管啦，这个村我要治啦。我嘛唔管啦，我不准你搁甲伊见面啦。你，我回来啊。安怎啊？无啦，回来就好啊。我巴肚做枵的，煮物件互我食。你还袂食暗顿哦？啊，是咧是咧，我先去换衫，等下做互你食好。啊。妈，即个你着相信恁囝，我会甲代志处理好好，好无？你莫搁去甲伊见面啊！来来来，迎食饭啊！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有啊，明哥，来食饭来来，有我啦。啊，你最近有较瘦呢，所以等下爱加食一碗，知无？哦，我知。啊，你这做红菜是安怎做的哈？连叶菜有我食。哦，好，来，多谢。啊，敢莫等爸因做伙来吃？啊，唔免啦，因两个即马喊你落来食饭啦，拢话秘咧房间内底食，嘿哦，唔免插面啦。哎对啦，阿兰，啊，头家甲太太菜，你有甲伊传好势啊喂？有啦，伫咧传啊。好。啊，过咧。莫讲着恁哥的代志啦。甲恁爸两个人吼，闹到足无爽快，连公司都不爱去啊！讲什么吼，伊要休困啊！即摆毋知走去倒去耍啊！是毋是因为顶个讲分家的代志啊？这嘛是原因啦。公司的工课嘛是一个问题啊！唉，原来厝内发生这样多代志。哼，而且你即摆才知影哦，搬转来张家，未来战争你都会当参加。
厝内冤家你是足欢喜的哦，哈。哦卡廷咧，还袂转来哦。哦，伊拄则有转来，也毋过又搁出去啊。唉，这个囡仔实在吼，以后大家要住斗阵啊啦。啊，恁两个甲伊的感情，嘛爱想办法变好啊。哎哟，我足了解伊的，伊愈管伊愈反抗。这段时间甲伊等伫的遮，我甲伊的关系敢若嘛袂歹。袂用的啦，有一个代志一定爱化解啦。要若无这个厝吼，这个看这个无顺眼，迄个看迄个有意见，啊，代志已经真多啊，莫搁有卡廷这件代志吼，斗入来啦。哎哟，阿妈，你放心啦，卡廷的代志吼，我会处理好势啦。对啦，莫安尼答，莫安尼答啦。来，这茶价嘛足芳的哦。阿妈，我先捧饭菜去互头家吼。你去，你去。你上爱食的炒鸡排呢？来，鸟你。多谢。哇，足芳的。对啦，有我啦。啊，你即摆食物件，有感觉食落去就想要吐无？无呢。无？哦，有啦。啊，我着有时阵，我会，哎呀，有时有啥物镜头，我哪会知影？我会有时阵有一点哦，两骨啦，伊定定会腰酸背痛，有时阵就会讲哦，倒位腰酸背痛，啊，搁有困啦，哦，伊定定哦，拢会拄久呢，讲咧吼，就困去啊，就是困啦，伊最近拢困足久的，就爱困的。哦，对啊，阿妈，我去住李子遐的时阵吼，伊伫困甲猪共款，叫拢叫袂起来呢。对啦。哦，嘿啊，嘛有影啊！大家有生的时阵哦，迄镜头拢无共呢。啊，有的人无胃口啦，啊，有的人哦，食啥物物件就吐啥物的啦。有的人即个食像你安尼啦。啊，毋过你安尼较好啊，你安尼一个人食两个人饱啊，你食落去物件囡仔会吸收着，就会有营养，有营养生出来就健康的啊。阿妈，我知。啊对啦，啊即摆既然搬来大，啥物拢毋免烦恼啦吼。恁老爸遐吼，我来动就好。你只要甲巴倒来这囡仔顾好就好哈。啊若关系有新的代志毋捌，问阿嬷，嘛应该问文玲啦哈。啊，多谢阿嬷。这，紧食。哎，你也回家是？好。豆干，豆干，叫。慧敏，大家拢走啊？对啦，这是拄公布的网络民调，30岁以下少年人有65%的人唔相信政党政治，这嘛影响着投票，而且有55%的人未来选举较会选人袂选党。恁爸做政治这多久啊？政党的形象有较深。我感觉爱重新打造伊伫选民心目中的形象，袂用像以前共款，甲重点放咧政党，安尼才会当争取到搁较侪少年人的选票。你的建议真好，也毋过上好互我较详细计划，我较好甲团队讨论。好啊，我这2天整理好你。对啦，我听张伟讲，你甲伊讨档案一个密码，对无？当我来到展界头前尾啊，就是咱换季的时阵，你千万唔通意气用事，才袂无采工。这名中心的方法有真侪种，关系真亲近的人，愈亲近愈好。你是咧试探我心？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这条相片你创偌久啊？是慧敏甲我讲，你伫外结婚是因为你心内想有别人，所以迄个人敢是我。灰白色墙面，画了几朵笑脸。当你卸下毛线，回到这房间。
个无言，心里几种语言。当你在我们肩上不存走远，过去都时过境迁。想你了，我真的想你了，好想回到那天你在身